各位型仔型女大家好，歡迎又返到嚟越讀越有型啊！我係 Andre。喺呢一個世界度，我認為單純做一個好人呢係唔夠嘅。你可以好正直，你可以好善良，你亦都可以對每一個人撲心撲命。但如果你唔識得保護自己，呢一個世界係唔會因為你係好人而手下留情。所以我哋今日要分享嘅呢一本書，唔係要教你點樣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，而係點樣變成一個更加清醒嘅人。因為我一直都相信，一個真正有型嘅人，唔單止外表靚，亦都唔單止識打扮，而更加係一個內外兼備嘅人。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本書呢，就叫做《權力的48條法則》，英文係 The 48 Laws of Power， 作者係 Robert Greene。呢本書呢，出版已經超過25年，而全球已經賣出超過1000萬本。呢一本書係一本赤裸裸講人性、講策略、講權力係點樣運作嘅一本書。作者 Robert 佢就唔靠講啲咩大道理，佢靠嘅係講歷史，一啲真實發生過嘅歷史，比如話係拿破崙、凱撒、路易14，每一條法則背後都係一個血淋淋嘅真實故事，話俾我哋聽到底呢個世界係點樣玩嘅。有人話呢一本書係惡人聖經，亦都有人話係清醒劑。而呢一本書咧，亦都曾經喺美國嘅監獄列為禁書。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全球頂尖嘅企業家、創業家、藝人同埋政客都非常之追捧呢一本書。佢哋私底下都係人手一本。不過喺我今日開始介紹呢一本書之前呢，我想講清楚一樣嘢。我今日介紹嘅呢本書唔係要教你去點樣操控人，亦都唔係教你點樣去傷害人。我哋作為型仔型女呢，當然要做一個正直善良嘅人，但係正直善良唔代表你係天真，亦都唔代表你要手無寸鐵咁樣行走喺呢個世界。就好似你應該要去了解各種詐騙嘅手法，唔係因為你要去呃人，而係要識得保護自己，唔俾其他人呃。而了解權力係點樣運作，我認為都係同一個道理。呢一個世界嘅遊戲規則呢，其實一直都係存在嘅，只係你唔太了解，唔代表佢唔存在。如果你唔去好好學習呢個世界嘅遊戲規則，即係代表其他人係可以用佢嚟對付你，而你係乜都做唔到。所以今日呢，我哋應該要武裝自己，唔係去傷害人。呢一本書呢，亦都會好似上一集嘅分享一樣，會分開上下兩集。我就精選咗幾條我覺得最緊要、最貼地嘅法則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會有所得着。咁事不宜遲，等我哋即刻開始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條法則呢，就係呢一本書嘅法則1，永遠唔好搶過你上司嘅風頭。英文呢係 Never outshine the master。Robert 呢就喺書度分享，你嘅上司、你嘅老細呢，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大量嘅啫。玩權力遊戲嗰陣，任由自己嘅鋒芒蓋過上司，絕對係大忌，令到關鍵人物感到被尊重、被需要，係權力關係入邊最容易被忽略，但係亦都係最致命嘅一點。因為絕大多數嘅上位者其實都係好在意自己嘅地位同埋面子，或者佢哋表面上好支持你、好欣賞你，但係內心嘅深處係一條界線嘅。若果你一旦超越咗嗰條線，令到佢哋喺你面前有所失色嘅話，即使佢哋唔講，佢哋都會開始慢慢咁樣針對你。佢哋咁樣做未必就代表佢哋係壞人，而因為呢一個就係人性。Robert 咧就喺呢一條法則入邊就舉咗一個歷史嘅例子，係我覺得全本書最深刻嘅故事之一。佢就提到法國財政大臣富海係當時全法國最有錢有勢嘅人之一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決定舉辦一場宴會，一個可謂極盡奢華嘅宴會啊！佢仲特登邀請咗當時嘅國王路易14出席。個宴會靚到咩程度呢？有煙花，有噴泉，有最頂級嘅食物，最壯觀嘅花園，豪華到咧連國王本人都相形失色。富海咧就可能喺度諗，我展示咗我嘅品味，國王實對我嘅印象好深刻啦。但反而咧國王係諗，我頂你個肺啊！點解我自己條靚仲住得比我好嘅？咁個結果係點呢？宴會之後唔夠3個禮拜，富海就俾人拉咗，而佢嘅餘生呢都係監獄度過。呢一條法則咧就教我哋展示才能，永遠都要留有餘地。等你嘅上司覺得你嘅成功係因為佢嘅眼光同埋領導，而唔係因為你嘅才華蓋過咗佢。或者有人會話，喂，咁樣好虛偽啫。但係 Robert 俾出嘅答案係，呢一個唔係虛偽，而係生存智慧。喺你未有足夠嘅能力去保護自己之前，鋒芒太露絕對係一種風險。今日想分享嘅第2條法則呢，就係法則3，
學識隱藏你嘅意圖 ，conceal your intentions。咁 Robert 咧就喺呢一條法則入邊講到，如果你將你所有嘅計劃、所有嘅目標，全部公開透明咁樣話晒俾全世界人知，你呢啲唔係叫坦誠，而係將武器親手交俾對手。喺呢一條法則入邊呢，就講到一個歷史人物，佢個名叫做俾斯麥，係19世紀歐洲當時最有權謀嘅政治家之一。佢一生最犀利嘅地方唔係佢有幾咁勇猛，而佢係出名在好神秘，從來都唔俾人知道佢下一步要做啲乜嘢。佢喺外交談判入邊呢，永遠都表現到比實際上更加隨和、更加無害，令到對手可以放鬆戒心，以為佢好好對付。但係就當對手以為勝算在握嘅時候，俾斯麥咧已經靜靜雞完成咗佢真正嘅部署。Robert 就將呢一個技巧稱為用煙霧遮蔽真相。佢亦都分享咗一條關於人性嘅基本原則，就係人咧永遠好多時都會相信自己親眼所見嘅嘢，因為咧我哋冇可能成日去懷疑身邊所有嘅事物。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幻想佢係表裏不一嘅話，你自己唔俾自己嚇死都攰死啦。所以正正就因為咁，隱藏動機呢，其實就遠遠比你想象中更加簡單。咁你其實唔需要去講大話，而你要做嘅呢，就要令人誤以為你想要某一樣嘢，又或者係想達成某一個目標。咁當佢哋嘅注意力跟住你嘅假目標去行嘅時候，自自然然就唔會發現你真正想做嘅嘢係咩啦。最後我想補充一點，呢一條法則呢，唔係叫你變成一個神神秘秘難以接近嘅人，而係希望你記住你嘅底牌就係你嘅籌碼。喺你真正信任嘅人面前，你可以開放，你可以坦誠，但係喺競爭同埋博弈嘅場合入邊，你就要好好選擇你透露嘅時機同埋你透露嘅對象。第3條想同大家分享嘅法則呢，就係法則11，讓他人離不開你 ，Learn to keep people dependent on you。Robert 咧喺書入邊講到，如果你唔能夠令自己成為一個對方不可或缺嘅人，咁你遲早都會俾人取代。唔係因為你唔好，而係呢個社會永遠都會有人比你後生，比你犀利，比你更加冇威脅性，而冇人會因為你努力過就會對你手下留情。所以你要做嘅呢，就係要培養一門獨門絕活，將你嘅命運同僱主嘅命運綁埋一齊。喺呢條法則入邊呢，就用咗米開朗基羅嘅故事做例子。就講到喺文藝復興時期咧，米開朗基羅有一次就同佢嘅贊助人教宗儒略二世嗌交，於是佢就好嬲咁樣離開咗羅馬。而你估下個教宗點樣做？佢冇炒到米開朗基羅，反而係派人去揾佢，求佢翻嚟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儒略二世心入邊好清楚，米開朗基羅可以好輕鬆咁樣揾到下一個贊助人，但係佢自己呢，就絕對揾唔到第二個米開朗基羅，係教宗需要米開朗基羅。而呢一個呢，就係你想要達到嘅狀態。你唔需要有米開朗基羅咁高嘅天分，但係你至少要令你嘅上司知道，你永遠都有本錢可以另謀高就。但係佢呢，就有可能要花盡千辛萬苦，都未必能夠揾到另外一個你。Robert 咧形容呢一種關係就好似一條藤蔓咁樣，緊緊纏繞住權力嘅源頭。一旦有人想將呢一條藤蔓斬斷，咁傷害往往都係佢自己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，就記得留意埋呢一本書下集嘅影片啦。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係 Andre，我哋下一集分享再見啦，拜拜。